首页善书目录、善书影片、善歌。道之宗旨，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易经正式上经第一册全义大旨和图洛书。列圣名称。宗主福圣宣圣、孔子父圣、颜子宗圣、岑子述圣、子思亚圣、孟子弘教、柳真人、灵异真人、王弼。图表细目。贾谊之主用图表。一河图图赋歌诀。二洛书图赋歌诀。三河洛卦位河图。四太极图一二。五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。六伏羲八卦方位图。七伏羲八卦次序图赋歌诀。八伏羲八卦数图。九伏羲64卦次序图。十伏羲64卦原图。11伏羲64卦方图。12伏羲64卦方圆象数图。13文王八卦方位图。14文王八卦次序图赋歌诀。15文王64卦次序图赋歌诀。16文王64卦和36宫图表。以义之辅义图表。17乾坤生六卦六卦生64卦图。18 64卦反对变与不变图。19八卦64卦往顺来逆图。20本宫卦序表一二。21本宫卦序原图。22本宫卦序相推之图。23本卦卦序表。24 64卦先后天消息全图一二。25 64卦变通之图。26 12卦气图。27 12月卦图。28 12月辟卦图1 2 3 4。29 6日期分表。36日期分原图。31 99图数图。32 99方数图。33纳甲表。34纳甲图一二。35纳成图一二赋歌诀。36纳音表赋歌诀。37五行生克图表。38天干地支分和五行表一二。39 12乘6和3和表一二。45运六气图一二赋歌诀。立言。一义字伏羲画卦。一文一画。本和图画文字为一。虽太极等图。系后人传出。源流自远。讲义时。应并集各图。以资参政。意为圣人明天道以利己。立人道以治教。本为明道而作。有关内修性命之功甚多。故讲义应注义道功。一义即本天地之道未交。内中多产神鬼之德。阴阳之情。习义者。必有尽性之成。而讲义时。应注重人神因果之理。一义明神道。为民性命之源。吉凶祸福。均属义中固有之意。凡人生穷达寿夭。皆有定数。不可妄干。则习义者。必明行堂之所宜。得失之有定。故讲义时。应注重吉凶毁令之说。而求其无悖于术也。
一义者，包道德性情数象各类而言者也。言文必故意，言述必真相，因明思义，因类辨物，因此审情，不可偏执。故讲一时，务求其贯通一切，而洞明圣人立教之旨。一义之言极凶，重在术；言术，重在象。术见其气，象别其类，以真人事之所合，即以测天道之所宜。而见象必因师归，明术必后气运，天干地支，五运六气，皆意所重。故讲一时，应并及战事之术，测验之方，一义之为教，原以授明全身之道，推之成人成物，以治治国平天下，莫不贯通。而原始要中谓第一义，人之习义，亦当求其先后，不可好为素隐形怪之谈。故讲义，虽不能如王弼之扫象，亦不可如被试图以哉一言也。一义道博大精深，无不包备。内则修己以益天人，外则诚以宜道德，而本末亦以贯之。时中，习义者既安思义，必其实行，务求行动嫌疑，言思不备。而能有德以为士则，有道以为人师，庶可使义教众民，圣道弥广。一义之为教，始于古圣，产于道宗，成于儒者，言既为经，旨由玄妙。故该各教之义，及诸派之大成，习者当以圣人天下为公之心，亦本有教无类之旨，不可自存门户，有入主出奴之见，以自辖而辖圣人之教也。一义传至今，著说不一，汉宋各一派，儒道不同宗，遂致议论分歧，争持举语，图乱人意，何必圣经？今兹讲义，务求阐明为言，表彰至道，不执于宗派之习，不图为统一之求，即令汉宋诸儒有所拙见，能探经旨，不窥经义，仍可互相引证，其贯通，无问其人，知真于事，则于圣人讲事之后，又可多的研究之助云耳。以上各条，系为讲义之前，必知之事，以易精致不易明，必先知其研习之道，方不为其图所误，略指大概，以告读者，或亦即深研机之一注焉，说明易经在未讲之先，有应行准备诸事，因此经不比他书，但是文义，即可明白。必将图像数理占验诸学，均为说明。凡讲述时所应注意者，当先指出，使读者随文参证，更无疑义，并可求其实用，不蹈虚谈玄理之弊。故于讲经之前，须略加说明，定位立言，使记讲之后，均可按图所记，不致场晃迷离。
有偏于汉宋门户之见，而能会通究竟，有以探天人道德之源，庶不负夫子灵坛教诲之苦心也。宗注序：义道玄微，至于无名无形，意象广博，包乎万物万事。盖有天地以后，无物不在义中；未有天地以前，一气即为一体。故先后天之名，守者于义；天地鬼神之情，敬备于义；性命道德之言，皆详于义；生死变化之术，均述于义。以言天地，则敬其神；以言人物，则盖其道；以言往，则诉诸无始，而立其极；以言来，则推至无尽，而明其化；以修，则道立而得成；以行，则事理而务顺；以其公言，则成王道之治，而无所为；以其体言，则服先佛之真，而大有德；以用于寻常，而不悖于情性；以致其远大，而能抵于中和。是谓道德之宗，命数之本，天人之所由一，事物之所由平。政治以成，制作以者。君子小人各尽其德，圣于贤否各事所成。虽取舍万殊，而抵于一道；虽变化静态，而归于至中。盖本诸天道之常，仿于大道之则，宜于人物之情性，便于幽冥之感通。故在天地间，生成者莫能外，从事物间，行止者莫能为。允宜为万古之师，万类所以，以为教化，则包诸宗；以为文章，则造至极。苟非至圣，孰能谓之？故夫子备言其经，诸儒赞其要，合五经以正其终始，立众善以真其出尘。不可视为古书，同诸旧史，不可成为文义。彼之诗词，精益求精，必实行而后得。博而反约，必贯通而有成。是以讲演不厌其详，言求犹虚静，真文而宝藏心。等诸全之也子，其思而实行于世，无复循之名山。数义道或见众民，后生不迷古训，则是运亦将成大治，万国尽化于斯文矣。是为序。序立，复圣序立。译者，古圣人作也，传于袍溪，少数于神农轩辕，继承于尧舜及夏后氏。周文因而变化之，以成经传之经。盖袍溪时，因河图洛书之见也，气神之营运，而终极有力。道者，一体以用而不穷；天者，一道以行而不息。是以有本则不失其序，有道则不尽于用。以不二为德，则生生不已；以至终为体，则循环无端，皆顺乎自然。是于至道，
无位而无不位，无私而无不忠，无虑而无不得。故明道之为道，则天地人物，莫外道以生成。明天之为天，则生长盈虚，莫非气所运用。明生之谓生，则吉凶受夭，不出数之进退。明数之谓数，则行脏出处，宜因时之推移。时者属乎天，位者立于地。天地者，人物生存伤杀之载。时位者，是物消长代谢之机。由天地以后延，则人物自天地出；由天地以前延，则天地自道成。所谓形上谓道，形下谓气。道气之间，义以贯之，是谓之义。故作义以明一切。凡先天后天人物，莫不归于义。义者义也，忠也，吉也。无始而有始，无形而有形，无名而有名。义者，有以素无也，自无以推有也。有无均其于义，故义作而有无以明。天地纪殿，日月山河，各有其纪。非前木石，各有其类。世代地善，岁时迁移，各有其序。生长收藏，营处美恶，各有其名。而异于不一，同于不同，各因所事所宜，以始以终。其所为系道，往来之途，各因所合所致，以成以败，皆统于义，以归终极，而顺于天道。故义立而万类以定。天地之间，人为贵，人之生也，受天地之中气，而有性命；顺造化之图，而变等名。因生养老死之道，而有人事；因喜怒美恶之感，而有人情；而有以事，权之，利之，导之，以抵于成德；而有以教之，诲之，见之，临之，以尽其原始要中之道。是皆备于义。故义立而人道以全。夫圣人之于天道也，通于神明，见于隐微，于人道也，明于性情，备于校正，于物之宜，是之利也。详于本末，昭于变化，而后立意以告于天下，垂于有众，使天下不迷所生化之道，不失其修为之德，不惑神鬼之灵，不悖性命之责，而皆生成安乐，与物同寿，与天地同德，日月同明，鬼神同其吉凶，气运同其变化。而后圣人成物之道尽，成之德容，而天下无不备其德，越其道。此则圣人立义教民之功，可并天地负载，其名成修道之行，即同于治平正行之师。故义之利也为教民，而人之名义，为虑圣人之教，以至于自名成者也。天下人类，
果皆虑事交以利其成，则义之道成矣。义者，有义之义，言将义天下也；有不义之义，言视其体不义，而后其用不尽也；有简易之义，言推始于太一，而立本不二，以成其无习之德，达其用中之道也。知思三义，而后明义，义其义言乎哉？宗注附注。今先将讲义之法说明，讲时采用一善本为准，五经各本，向多用诸本为一经。诸本有未善，不及后世来世本，不过来世所演图表过繁，只宜参考，难为读本。今奉夫子命，就来本，截取必要图表，附列经文之前，去其繁而存其精，以便初学。因言义必用图表，前人均有传图，为讲习之用。汉时儒者师之，人传于道家，及术数者流。如人只准自古，虽有所得，不以复经本，使图表无传，非义之不用图表也。宋时以周绍之所习，得于道家，参于术数之书，今陈诸审则，加于经本之前，亦于是有图说，而不得其全，不明其意，人无补于义，来世复增衍之，以广其旨，故教详备矣，而不明其统计，不知其用之主宾，义之先后，犹难使习者一目了然。今就所演，加以审正，谓之讲明，以辨古人义教之权，而尽义道之用，庶于后世读者有所裨益，致其错误或遗谬之处，随时指正可也。又曰言义本天道，而习义则人事也。言天道则重气数，言人事则重象。以气数言象，是天道；以象言气数，是人事。因气数难知，象亦见也。先有气数而后生象，此天道之自然。先明象而后明气数，此人事之次序。要皆本末之道也。如见天灾时变，而知天意，即由象以知气数，是由末达本者也。而象因气数所生成，非有象而后气数至，是由本即末之道也。故明本不必求末，而不及本者必自末始。今之灾变多矣，天之风雨旱涝不必论，及物之为变亦火矣。驱出道上，鸡伸双手，种种怪异，非象之见耶？至于黄赧之灾，又其至明者，皆气数所感化而然。欲明气数，但求之象，即知天变之不已矣。故灾有天灾，亦有物异，而莫非气数为之，亦莫非人心照之。人之变异尤多矣，怪产其病，且不必数，即风上之坏，情性之乖，或致逆伦背离，先耻败德，
皆自人心之非成之。人心如斯，欲气数之不变，得乎？此古人重天变，而必则于人事也。气数虽自天定，而变未灾福，则人所感召。人只知天灾之难堪，不知人心之难善。是众莫忘本，如浮舟海中，欲其不动，何可得也？义者义也，以人义天，以天义数，皆有必之事，固然之理。今于义者，唯求益其不善为善，而可益其灾害为福。是则圣人以义为教之本旨，端在此乎？宗主序例，易经上下篇，文王所制。其卦象本伏羲以来，所有卦辞爻象，参故义，而加入新义，此经之经文也。系辞上下传，说卦传，文言各类文章，则夫子搜集古圣所传，各异所用，而与文王亦有相发明者。序卦传，则夫子就文王之卦序，而说明其意趣也。杂卦传，则夫子参合各异变通文王之序，而推演其变化也。故传皆成于夫子。文王之经，夫子之传，乃为经义之本。经文虽不尽作于文王，而文王总其成，以卦序时文王所制也。传文虽不尽成于夫子，而夫子约其要，以删定时义，实夫子之功也。此易经一书，虽曰自伏羲始，不过有其卦耳。虽曰立神农皇帝唐虞夏商各异之变，不过兼存其辞，见其义耳。故名之周易。时文王与夫子二圣之作，为文王；无周易，为夫子。周易之义不全，以经文简，而当时忧谗忧讥，有不能尽诸文章者，故曰书不尽言，言不尽义。以此夫子必为补之，补之不可杂于经，故列为传。传者，名有所传也；系辞者，名其系于经也。凡系传文言之类，皆为周易不可少之文章。以周易之意，待文而后进，若之，则周易犹残缺也。而夫子实义之功，不在文王下，且文王未言者，易得夫子未详其略，而显其为。此足见夫子宪章之功矣。文与传之有同义者，则由传采自他意，传于先贤，有所受也。或与传文参差互出者，则由经文亦有未尽，得于言外而未补述也。故传文中上下系传，全为辅正经文不足者。凡古人制作，取义必专，立旨必纯，故诚意加言，有独众之意与之，而不杂他说。即有之实者，亦其言与其意旨同，虽言不同而实同，此不得视为何各加言。文王之意亦如是也。故所不录者，唯以补之于传。
而以系传名之。明其一本经文应有，以未得列入。别例未传而系之于经云耳。故系传上下，含义最宏，取最多。凡以前各异，即摄于数项者，无不采录。虽严禁杂记，亦若旁搜，而皆本义中固有之理。语气处必明之道，如河图洛书、系五行、九宫甲子、五音六律、五运六气，以及天文地理、日星癸度、岁节后之类，凡属于气之化、形之所生，处有推移、象有生审者，皆异也。皆异象故有者也。故皆以采之以正义，而见义之广大神用。此系传所执时，非一家言。大知信道之功，小知术数之学，明则日用起居之事，玄则神天幽渺之说，皆详载焉。苟读经而不先读之，则将不知义之用矣。系传者，犹习一言，教经有要，经现于体制，故辞曰义简。传则魔所现也，而其辞善，其义宏，上下古今俱细显隐，无不及也。故其言义，有先天，有后天，有连规，有本宫，有岁象辟卦之类，其言数象也。有河图洛书，有太极两仪，有天地生辰数，有五运六气，甲子岁会之图，其为古圣所发明者。自伏羲卦象，变位文字，神农医药，黄帝历数，遗珠制作，文物器具，设立校正，开天下先者，无不可由传中之。虽谓易经之传，实异于世之始，其意则由于中国文化。自易卦始，易卦以前，虽有难机，其可考者，皆在易卦后也。皆仿诸卦象者也。故象卦实包天地，纳古今而弗夷。言人道者，必从之，以明为人之身；言天道者，必应之，以明天德之见。故名曰义，即太义，义太义也。谓万有之始，以上无所有也。故曰义。言自此而后变义，变义则无者谓有，义者谓众矣。此义道至广至高，而系传之词以繁，义以薄，直是故也。权义大旨及其义要力，宣圣讲义，义之为书，传自上古。伏羲是始画八卦，出魔之圣人，少数推演，至卦记备，列爻佚名。唐虞三代各有演习，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。文王重加纂序，弘以文章，辨其战例，者谓典则。周公少之，陈论义，不采遗言，传谓至教，是经传之义也。
上古无文字，制作文物均极简陋。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制卦象，是则文字之所识也。虽当时类无文章，有如图画，实则象意之字，由之鸟观视之象形字也。字虽传于鸟观，画实创于伏羲，其象形之字，会意之文，多去别神至于历代，非创自鸟观也。以记载无史，传说难详，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。而易之卦象，则传之最久，故昭昭于人耳目。知谓伏羲是创制焉，其后圣人，其义，弘其用，以为制作之本，典型之由，故由众之。盖历代文物，莫不祖述于易也。易之所作，既因图书，纯之天然，有非人为，其推演变化，皆天地自然之序，其运用本末，皆造化自在之责，故非人治之，乃人为明之耳。创之者然，述之者然，少演变化者亦然。以其本末天道，终始运数，有定序，有极则，不得有所异也。故异者，天道所自见，运数所由明，而谓于人天象合之教者也。卦象之志，亦本气数之盈虚而定，其多少变异，莫非天地自然之物所合者也。卦序之志，虽各异不同，本于气运之往复定止，循环已成，莫非天地常变之道所服者也。卦之有本末内外，即生成消息之象，爻之有时位变化，天地人鬼之象，亦之有天地父母，万物万事之类，战之有吉凶祸福，因果感应之类，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。卦序之有先后天之别，卦用之有主客体用之别，易之有门户高越奇偶正反之名，战之有来去变异同为动静之名，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。盖易者，圣人主天地之序，测日月之度，明人物之情，达神鬼之德，而推其中本末，生成变化之道，即夫人物事理所宜之类，民夫气数消长，时的迁移，以合于人生，立为人道，而教民务迷者也。易之为道至矣，天之所受，神之所明，圣人从而演之以告人耳。虽天地未有之前，尚在易中，况天地乎？虽天地难知之道，尚可推之，况人物乎？故易者其德简，较为，其用，其可见，其大外，其细无内，观其象，可尽其意，通其意，可服于神。虽立人道以始终，而归于天道；虽厌气数于既往，而于未来。是以历代圣人，莫不谆焉。论之以阐其经，广之以达其神。
分合之以穷其变化，争验之以明其气数，唯恐人之未能立其义，故向外系其辞。今外者其传，辅以图序，参以师规，以教天下后世。其先决民之心，已可见矣。于文周之仪，习之既久，不通其意，不敢复先圣垂教之意，更及其说以彼之书，授于耳。